Bình an.
嗯，祖庆刚才回来，还在吃饭，我先把它开了。叫他慢慢吃。对吧？今仔大家拢看完。请假你好，请假你好。哦，到尾你送的请假啊？大家请假啊！哦，到尾幽默感的啦。请假哦。自我书今仔是袂起来。哦，今仔太太看外口啊，领导外口。啊，今仔外口看得清楚的呢。伊坐无十遍啊。逐礼拜爸呢？无，有啦。无。
先 mute 一下。啊，伊丽姐嘞，你无用啊？洗碗吼，毋是洗碗，也未食饭咧。今日对外口拄转来尔啦。我哦，等下你看啊，你看，啊，你嘛还未食？啊未，啊，你无先食？啊无要紧啦。我甲 Janice text 还未甲回。伊袂记吧？没关系啊，就下次也好，无要紧的。文华兄，无声，你无开，你无开声。有啊，平安哦。平安，美智姐平安哦。哎，平安，伫厝诶吼。对，诶，文辉啊，你即礼拜敢有去恁查囝呀？无，是安怎？即摆拢无爱去啊？即嘛无，嘛无，最近就无用啦，你无用哦。无用看医生。哦，啊，明仔载嘛要看医生哦。我安尼连续3、4日拢有批问，你食含医生感情遮好。就好。我住就是啊，初一、初二、31、31看喙齿，初一去做胃镜，初二去看眼医生，安尼。啊，医生有平安无？医生有好势无？医生哦，啊在我都看个医生都讨厌咧。好，来7分啊，咱来开始啊，做伙来读圣经吼。先甲声音关起来啦吼，较袂安尼干扰安尼，当然会 delay 安尼吼。好，咱先对台语来吼。遐个下伫端正的教示的，你着讲伊，就是老人毋通爱食酒，着端庄守纪，搁伫信，伫仁爱，伫吞忍，无毋顺传。老妇人人也着安尼，行动举止着下伫健全，无得诽谤，也无得做酒的奴才，也着用好教示人，才通教导少年的妇人人，
通因的丈夫，疼因的囝，守纪尽责，料理家事，善良，顺服家己的丈夫，免得上帝的道理受到谤读。少年的查甫人，你也着安尼，正因守纪，你凡事着家己做好所行的模样，伫教示着端庄无瑕，言语端正无通嫌，互对得家己见笑，无得通讲咱的歹。劝奴仆着顺服因的主人，凡事互因欢喜，无抵触，无偷摕，逐项着显明忠信，互因凡事应跟咱的救主上帝的教。因为上帝救正人的恩已经显明，警戒咱着弃杀不虔，甲即世间的私欲，用守纪、公义、敬虔来过伫即世代。因无迄个大福气的愿望，甲咱至大的上帝甲救主耶稣基督荣光会显现，伊着为着咱献家己，要赎咱脱离一切的不法，搁为着本身洗清咱，做伊家己的百姓，就是热心伫遮的好所行的。遮的事你着讲，着苦劝，用朗总的权来责备，通互伊藐视你。后来中文。至于你的教导必须合乎健全的教义。你要劝老年人，要他们严肃有好品格，管束自己，要有健全的信心、爱心和耐心。你也要劝年老的妇女，要行为谨慎，不可搬弄是非，不做酒的奴隶，要做好榜样。善导年轻妇女，训练她们怎样爱丈夫和儿女，怎样管束自己，要贞洁，勤于家务，慈善，顺服丈夫，免得上帝的道受毁谤。同样，你也要劝年轻人，要他们管束自己。你自己呢，无论在什么事上，都要有好行为，做别人的模范，教导人要诚恳、严肃，言语要恰当，让人家没有批评的余地。这样，那些敌对的人因为找不到我们的错处，就会觉得惭愧，无话可说。你要劝做奴仆的，要他们服从主人，事事讨主人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们，也不可偷窃，却要事事表现忠厚可靠，好使在所做的一切事上，让有关我们救主上帝的教义更受尊重。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属世的私欲，在世上过着自治、正直和敬虔的生活，等待我们所盼望那蒙恩的日子来临。那时候，至尊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要显现。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救赎我们，脱离一切邪恶，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子民，归属于他，热心行善。你要讲论这些事，充分运用你的职权来劝勉人或责备人，不要让人轻看你。好，这是第二章的经文啦，吼，提多书第二章的分段，对，第一节是一个提醒，吼，然后伊就开始讲到这个对无共族群的人的劝勉甲教导啦，吼，基本上应该是分做三种，吼，就是讲对年老的、对年轻的、对做奴隶啦，吼，
年老的伊当然分查甫人分查某人，年轻的嘛分即个福人人甲查甫人，然后对奴隶即个吼，奴隶伊就无分性别做伙咧讲吼，迄个关系安尼吼，伫第一节咧讲到提刀会提醒的时阵，足重要，伊咧讲到一个概念，一个字，就是讲伫迄个纯正的教导吼，伫迄个纯正的教导是讲，爱伫迄个真理顶悬，也是讲袂当有迄个偏差，伊讲端正吼，台语讲是端正吼，中文的是讲纯正的吼，就是讲。要哪顺，就是讲无人甲其他遐会错误的教导安尼吼，这就是第二章对到第十节进前，伊伫遮咧讲着伊即个部分要安怎教导吼。然后咱讲着基督徒的生活，其实伊嘛有讲着提到本身啦吼，你着爱安怎过生活，然后才有好的见证安尼吼。所以伫第11节到第14节咧讲到即个上帝的恩典伊的教导你着爱安怎家己来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啦，要安怎伫迄个有望安尼吼，然后当然伫后壁伊就是用一个结尾来咧讲吼，结尾甲提摩太的即个提醒甲教导足类似的吼，足类似的。即个咱念伊会较进一步来讲安尼吼。好，对第一节咱先来看啦吼，伊讲当即个你都要有一个纯正是讲端正的教导吼，是讲提到爱负责伫即个特里德岛的正教会的开拓，教会设立制度的设立，爱搁伫遐个伊个所在来教导因，那伊咧提醒就是讲，伫迄个所在、迄个时阵有两种无共款的错误的教导，迄个假教师，一个就是对希腊文化来的，另外是一个犹太基督徒对教会的影响。所以伫遮讲，你着爱有纯正，即个纯正就是讲，你袂当揽杂遮的地方的文化啦、犹太人的文化。入来伫即个内底，这咱嘛会当伫迄个地道书第4节第1章第4节遐看到吼，伊讲提到我即摆写配互你用共同的信仰吼，咧讲咧共同的信仰，迄个基础就是咧讲着即个纯正的吼，即个纯正的一个教导，无去揽杂着这假教师因的讲法啦吼，讲拉什么物件啦，咱前礼拜讲着吼，也是讲即个来受割礼啦，也是讲伫希腊文化中间有这足侪即种神明的敬拜等等，这影响吼，所以伊咧强调是这个部分啦吼。然后对第2节开始到第10节，就是咧讲着无共，对教会内底无共族群，也是讲无共年龄的即个。人的教导伊伫遐来劝勉，也是讲伫遐提醒，也是讲来指示伊要安怎来甲遮个人教导吼。伫讲到即个老的查甫人，伊就讲爱互因爱有准则啦吼，爱端庄啦吼，爱家己有自律啦吼。即个准则吼，准则伫即个原文即个字吼。比较常用伫迄个啉酒醉的代志顶悬啦，所以即个部分基本上是甲啉酒的节制有关系啦吼，即个节制吼，即个字节制吼，伫后壁伊嘛有讲着即个妇人人吼，都毋好啉做酒的奴仆吼，这是共款的，咧讲的物件是共款的，但是用无共款的字。咧表达安尼吼，所以这侪咱大概了解伊咧讲的物件啦吼。过来你着爱端庄吼，就是讲爱真正经啦，就是讲你对伫教会内底的服侍，也是讲参与伫教会内底，你爱正经吼，爱是正经。然后第3项咧讲到自律啦吼，
咱通常会感觉讲伊改成甲第一个迄个节制吼，节制改成足共款啦吼。但是伫即个吼有小可无啥共，就是讲即个较强调是各方面啦吼。伫各方面你着爱有自律的能力啦吼。伫即章内底，即个自律即个系列文呢，拢总出现3摆，吼，拢总出现3摆，有即个动词的形态吼，有助词的形态，也有形容词的形态出现，伫无共款的所在，拢出现，这是会通讲是伫即章内底的重点啦吼。讲你来看免遮做基督徒的，无论是年老的少年的，是查甫查某，迄个自律家己的管理吼，介重要吼，介重要。过来就讲，伫信心、爱心甲忍耐顶悬来去表现出来。圣经咧讲的是安尼讲，劝老人爱节制、端庄、自守，即三项爱伫后壁，即三项伫信心、伫疼心、忍耐顶悬来表现出来，吼，就爱讲顺全无瑕疵啦，吼，爱足表现了真好势安尼啦，吼。当然信心就是讲迄个信任啦，是讲对上帝的信心啦吼。疼心伊即个字是用迄个对上帝的疼，是讲上帝对人的疼，即个阿加佩来形容，就是讲做基督徒爱用上帝的疼来疼人，亲像新的诫命咧讲的安尼共款吼。伫即个所在吼，再来伫迄个后壁即个字讲忍耐，就是讲即个忍耐较偏向是讲爱有迄种有耐性，也是讲有迄种耐力吼，会当动足久的迄个意思就对了。讲你头前做遮物件，就是爱会当动足久的，毋是讲安尼一时啊兴兴安尼尔定吼。亲像马太福音24章13节的经文讲，只有忍耐到底，才会当得救。伫即个所在所咧讲的是大概即个方向吼，是讲叫遮个老人吼，着老的查甫人着爱会安尼个忍耐落去啊吼。毋知是毋是迄个时代的查甫老人较无安尼无耐力安尼吼，做代志拢安尼一时啊兴兴，也毋是我毋知影。但是讲伫即个所在咧看免遮个年老的查甫人着爱安尼吼。然后伊讲。你着爱劝勉即个年老的妇人人，爱有敬虔，无讲即个用倒转来我减放一个物件伫遐吼。好，第一个吼，年老妇人人内底有第一个是咧讲着伊遐有一个幼字啦，中文的圣经讲一个幼啦吼。即个幼伫希腊文的意思叫做 likewise， 就是讲甲年老的查甫的即个查甫人共款，吼，共款的要求，共款的标准，而且无有性别的差别，共款平啊重要的要求啦吼。所以伫第二个部分就是咧讲着爱要安怎做，讲你着爱敬虔啦，无滥觞讲话啦吼，再来讲无去互酒来做奴隶啦吼，用即个好诶教导吼，来甲人提醒啦，就是讲，咧妇人人伫厝里其实拢是咧带囡仔，咧教导囡仔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咧讲到遮诶教导的时阵，互咱也想着讲，伫提摩太前书第5章内底，伊嘛咧讲着对遮诶老妇人人的款待啊，甚至讲对遮寡妇的要求，虽然无啥共款，就是讲你会当看伊讲，伊伫遐拢有咧讲着即对遮的人的即个教育关心，也是讲提醒吼，提醒安尼啦吼。我是用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9节、第10节吼。虽然遮是咧讲着寡妇，你着爱去照顾伊啦吼，但是就是讲伊遮嘛着讲，即个寡妇的标准着爱有行好的名声，吼，行好的名声，就参像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咧讲的，
伫遮啊，无去互酒来路咧，嘛是行好；无乌白讲话嘛是行好，敬虔嘛是一种好诶行为，信用行为啦所以伫即个所在，其实你看讲，保罗无论对提摩太诶教导，还是对提多诶教导，拢有即种共款诶提醒甲即个教示安尼过来，伊讲对伫遮诶年轻诶妇人人伫第4节到第5节说咧讲，伊讲你着爱劝勉因，着爱疼丈夫，爱疼儿女，对家庭有责任伊知影囡仔拄生落来，嘛是讲古早因即个时代，妇人人袂当出去外口工作，因诶工作当然就是伫顾家内是家务事，家务事就变做讲因真重要诶一项代志，所以对照顾先生，也是讲照顾囡仔开始伫即个伊用安尼做前提，然后开始讲着过来主日佫走出来主日伫遮是形容词拄则伫迄个年老诶查甫人诶时阵是动词伫遮是形容词伊用即个嘛咧强调年轻诶妇人人着爱伫迄个伊诶生活中间爱有自律，爱有清洁，爱会晓管理家庭，爱有善良这甲迄个年老妇人人拢真共款诶物件伫遮伊特别佫有讲到爱顺服家己诶丈夫顺服家己诶丈夫伊伫即个所在就是讲一个家庭诶迄个对新约初代教会咧形容基督徒甲上帝诶关系，就是咧用迄个丈夫诶关系咧讲伊用即个概念伫遮咧做提醒过来就是讲，你若安尼做是，就袂去受到攻击啦互上帝诶名受到攻击，因为你做了真好势知道做了真好势，也是讲希腊文即句诶意思是讲，别人会用迄个真邪恶诶语言来对抗，还是攻击上帝，因为可能你做了无够好势诶时阵，就会安尼。我用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1节到15节伊伫遐咧提醒提摩太伫即个教会中间咧劝勉遮年轻诶寡妇诶时阵，伊嘛伫遮咧讲着爱安怎来劝勉因，比如讲13节讲袂当互因习惯分担啦袂当安尼闲闲无代志敢若伫遐讲人诶闲话等等，遮有讲着14节甲今仔日较共，伊讲伫迄个爱即个生养儿女啦，伫你家务啦莫互对着有即个软绵诶即个诶话病这甲今仔日咧对提倒诶提醒，就足类似诶足类似诶。所以虽然伊迄个对象伫提摩太遐是咧讲着即个寡妇，但是伫即个所在所咧讲诶迄个标准，其实是相款诶是相款诶。然后过来伫第6节到第8节咧讲着即个年轻诶查甫人这甲咱头前咧看到迄个年老妇人人共款，伊遐出现一个即个字约就是讲你也爱参像安尼，照年轻妇人人诶教导指示来共款诶要求年轻诶男性伫即个所在诶要求是平衡诶。甲年老伊拄好两个组合，所以拄开始时我咧讲分段时，我讲事实上是年老诶一个族群，年轻诶一个族群所以讲年老诶查甫人相款年老诶妇人人，你嘛爱安怎？伫遮是年轻诶妇人人过来相款年轻诶查甫人，你嘛爱安尼来要求即个字是安尼啦过来第3个就是自律伫即个所在。佫出来所以伊伫遮足清楚咧讲着讲你迄个自律的意思是啥物诶？自律的意思就是讲你诶头壳足清楚诶啦，你诶头壳真好，会当自我来管理、来控制来自我来管理、来控制，这叫做自律。伫这个所在的意思讲，
你的生活你袂去互别人来烦恼，你家己会当管理甲足好势，你头脑足清楚，家己要做啥物货，啥物代志爱安怎做，拢真清楚。啊，这是保留互提倒的一个提醒啦吼。啊，当然伫后壁伊开始讲，你爱有好的行为啦，做别人的模范啦吼。这嘛是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啦吼。伫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0节讲，你只要有好的所行，这甲自称迄个敬拜上帝的人吼，是三共款的吼。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嘛用安尼标准伫看免咧教示，讲你爱教导遮的人爱有诚恳严肃，用语言爱真适当吼，互人无批评的即个议题。所以讲，你的语言爱顺传啦吼，就是讲你袂当乱说讲话，你的话吼爱讲了真下伫迄个道理啦，安尼啦吼。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0节讲。伫遮咧讲遮个人咧抢人诶话啦，讲白惨啦，也是讲即个酒抓无影无食诶酒抓安尼啦吼。伊即个所在是共诶字根吼，甲迄个是共诶意思啊。再来就是讲，伊遮讲你若有即个好诶行为了后，对敌吼，啥物人是对敌？上帝对敌当然是撒旦，撒旦诶工作。就是要爱互人做袂好势啦，袂互即个互人袂亲近上帝啦，袂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啦。所以现代中有译本的翻译甲即个和合本的翻译足类似的，讲反对的人啦，反对啥物？反对即个正道的人。反对迄个真理的人，啥物人是反对的？就是咱咧讲遮个两种即个假教师一个是犹太基督徒，一个是即个希腊人。伊讲当伊若掠着你的即个病头前尾仔的时阵，因就会来攻击你吼。所以，互因来找袂着恁的毋对，你若照真理来行，因就会感觉见笑，无话通去讲啦。然后上落尾是对即个罗卜吼，第3个族群中间，然后讲着罗卜，罗卜伊就讲着顺服，伊即个顺服是无条件的顺服吼，这是徛伫迄个时代的奴隶制度，即个罗卜无法度，也是讲袂使，甲主人讲 no 吼，主人讲你着爱安怎做，伊着爱安怎做，所以袂当安尼来亲像咱讲。伫美国真民主的社会吼无论安怎着讲我着要抗议这我的权利这啥，但是伫保留互提倒的教导甲提醒中间讲，对遮的基督徒来讲，因特别是基督徒的奴仆来讲，因着爱真正的顺服，完全的顺服，爱互主人来欢喜，再来个忠诚啦吼。忠诚阁有另外一种的了解，伫即个所在讲袂迄个唱诗啦吼，袂伫迄个代志顶悬吼，为着家己来想啦吼，无受款的代志袂去做吼，属伫主人的米伊袂家己去摕吼，即个是咧讲即个做奴仆忠心的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吼，一个态度来讲，你着爱荣耀上帝的道理啦吼。哥林多前书第7章20节到24节的所在，就是讲，恁逐个得到主的呼召，什么身份着爱受到这个身份。恁受到做奴仆吗？毋通为着安尼来忧闷，若会当用自由着求自由更较好吼。因为做奴仆。受调伫主着爱是主所讨办的人，做自由的人所调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哦。你注意甲看，这个话转啊，转到尾啊，就是讲咱受主的救恩呼召的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是因为咱是用重价买来23节咱毋是要做人的奴仆，做迄种互人看袂起的奴仆，但是伫
主的即个运电内底做自由的萝卜，但是咱需要 100% 来照主交代咱所做的。这是看起来感觉怪怪，但是伊有伊的逻辑性伫即个所在咧讲。所以24节讲，兄弟啊，恁伫逐人受调的时阵，什么身份？伫上帝面前，着爱守调即个身份。即个身份就是基督的萝卜，咱爱照伊的诫命来做，照伊所交代咱的来做。这是伫保罗互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个提醒甲教导啦吼。所以这是伫第10节中间啦吼。11节到14节，伫遐开始咧讲着基督徒一寡生活的概念。伊讲基督徒其实就是受着主的恩典就是讲伊中文来讲，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借着耶稣基督赏赐咱救恩的，所以像拄则我引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经文，就是讲咱受着重价买来，然后受调就是要做基督的萝卜这个伫11节嘛是会当来做伙来想的然后12节伊就咧讲着，假使咱着爱除去遐的无敬虔的物件啦世间的属于世间的这情欲，所以着爱来自守，就是讲家己会通保守家己保守家己这个字其实甲自律嘛是共一个字根啦自律共一个字根虽然伊的翻译是拢无翻译到自律这个代志但是无论是台语啦中文拢无但是事实上伫原文就是共这个字共这个字，所以伫遮伫即章提多书第2章出现上济摆的字，就是即个字伊一直咧强调这物件可见当初是伫遐的教会的基督徒，因的自律性真低啦就是讲可能真放纵我想要安怎做，就会使安怎做，迄个感觉伫迄个时代，所以伊才搁甲强调，你着爱自守自律，爱行公义，爱有敬虔敬虔当然是对上帝对上帝来讲。13节到14节咧讲着迄个愿望来讲听候所愿望的福。这个其实咧讲着上路尾后的代志，再来听候至大的上帝甲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伫第13节这个所在，这个字至大的上帝甲救主耶稣基督有两种讲法啦有的圣经学家主张讲至大的上帝甲救主耶稣基督是咧指共一项代志但是你若对希腊文去甲看希腊文中有一个字叫做凯，凯就是 and 咱知影 and 就是头前甲后壁是无共款的所以有一寡圣经学家的主张是讲头前咧讲至大的上帝是咧讲找耶稣基督来的即个天父上帝。然后后壁救主耶稣基督是咧讲圣囝上帝我想这个圣经学家论证咱无需要去论啦不过咱大概知就是讲这个无违背啦是讲咱所相信的三位上帝的概念，伫这个所在嘛真清楚咧表达天父上帝甲圣囝上帝伫这个所在，咱所要期待就是主搁来迄个日子啦主搁来迄个日子，主搁来的日子是怎伫马太福音25章的经文，伊伫遐咧讲伫末后的日子，主要搁来，要坐伫迄个荣耀的宝座顶悬，然后要召集伊的百姓，拢伫伊的面头前，然后伊就开始分即个绵羊甲山羊所以咱咧讲，咱所要期待迄个愿望愿望有福的愿望，就是主搁来的日子。当咱伫世界咱用自律的标准来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的时阵，咱就会
抱着一个真欢喜、真期待的心来期待迄个受祝福的即个愿望，就是主过来的日子安尼吼。然后伫15节就是一个结尾的话啦吼。伊讲正的事你着爱讲明，劝勉人，用各种的宽病来责备人。上落尾一句讲，毋通叫人看轻你。看到即句话，我毋知咱有去想到即个提摩太，保罗互提摩太教导无吼？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的所在啦吼。特别是对第11节开始，伊讲吼，你着爱安那12节讲的讲，你袂当互人看你年轻啦吼。伫即个所在咧讲着吼。甲真类似啦吼，对两个少年的即个传道者保罗互因的即个提醒，嘛会通来要出讲当初时的社会的价值观，对遮个少年的传道者，也是讲少年人出头，拢有一寡社会压力伫咧啦吼。所以伫遐也甲提醒讲，毋通叫人看轻你。也是讲，伫即个所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才第12节讲，毋通互人看轻你年轻啦吼。我想伫即个所在，用真理来教导，就亲像保罗所讲的，爱勇敢，爱大声，爱坚持吼。伫迄个真道顶悬，伫今仔日个经文第1节，伊就安尼讲啦吼，爱坚持伫迄个真道顶悬来教导啦吼。好，来问题啦吼，纯正的信仰是啥物货啦吼？第二个是提多书第2章，保罗提到上帝的字是啥物货？为什么遐尼重要？也是讲对咱来讲，咱要安怎做啦吼？第7节、第8节，好的信仰的典范是啥物货？15节的劝勉，咱拄则已经讲着，互提摩太教导有啥物共款的吼？伊就是讲，莫安尼看轻，莫互人看轻，爱伫迄个真道顶悬有所坚持啦吼。安尼好无？咱来分享第一个问题甲第二个问题啦。吼，第一个问题，啥物是纯正的信仰？保罗伫遮咧甲即个提醒吼。特别是第1节吼，第1节伊就讲着啊吼。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他讲：至于你，你应当讲合乎纯正的道理啊。纯正的道理，伫迄个时阵是啥？伫咱这个时阵，咱要安怎来想啦吼？要安怎来想？我先甲即个PowerPoint先用较细咧吼咱先关起来啦吼咱来分享啦。来，纯正的信仰。无意见。纯正的信仰就是以圣经的真理做基础。
即摆是要 record。即马还佫有看，我看卖有对。无咱先来祈祷了，再来后壁分享安尼啦吼。特别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组织伫即个所在，阮用保罗互提倒的教导来知基督徒怎样过一个有自律伫真理的原则内底的生活通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遐个攻击阮、攻击你的对敌无话通讲。阮感谢你，互阮这段的时间，也求主你来保守，无伫阮中间的听朱牧师因可能伫搬厝中间也有侪代志咧处理，你也平平来祝福伊阮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